伫火车来来往往的和顺工业区内，竟然有一间完美咖啡厅开伫遮，而且这间店不只有外表尔，伊所卖咖啡当中，嘛有提供生产伫咧阿里山的咖啡豆，原来是头家李汉坤甲头家娘史玉婷，伫去年大手笔收了1万斤的阿里山咖啡，并自创品牌雪山猫来推广台湾的咖啡。我们本身是做茶叶起家的，然后还有做咖啡豆。那刚好在工业区有买了一块地，那就想说，因为我们收了非常多的阿里山石头地的咖啡豆，收了1万斤。那它海拔是介于1300到1500公尺，等于是台湾最高海拔的阿里山咖啡豆。那这个阿里山咖啡豆呢，因为就是比较多嘛，所以想说就是借由开咖啡厅来宣传。阿里山咖啡豆这件事情，无同一般伫市区内的完美咖啡厅，雪山猫的地点选定伫咧和顺港的区内，出是伫咧台南的网红郭鬼鬼，也特别来踩点做宣传。其实我在台南做了20几年，然后我自己都有很多地方其实没有到过。那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经纪人说，其实安南区我还蛮不熟的。对，这非常开心，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着议员一起，就是去熟悉店家啊，然后也看看在地有一些东西。不止帮忙咖啡厅行销，现在嘛正是台南往来大做季节。郭鬼鬼也甲议员出来请，做伙帮忙卖故乡台南的往来。之前就是凤梨外销这部分，我有去追踪这一系列的新闻。那当时我就是自己开着车，然后我就去关庙，我就载了一篮的凤梨，然后就说，好像应该要身体力行来支持一下台湾的农产品。鬼鬼他是出身我们台南的艺人，所以他在他工作这么忙碌之余，他一心就是想说来怎么回报我们乡亲，所以听得很感动。他有时间的时候，他就是主动，其实是鬼鬼主动联络我。他看到我们在推广安南区的店家，他说他有空的时候，他也可以来协助做这一块，然后他就立即安排了他有空档的时间给我，让我来协助安排店家。然后又遇上我们这个凤梨的盛产期，那知道市长最近也很努力在行销我们的凤梨，包括到日本去做销售。那所以鬼鬼今天也特别的大力来帮我们这个凤梨做代言，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们觉得很窝心。南营农产行销公司总干事于清勇表示，台南市有4派往来，过去是外销去中国大陆。这条通路受到阻挡后，目前正咧积极拓展通路到其他国际市场。这次嘛特别感谢蔡立青、甲郭鬼鬼以及雪山咖啡，做伙帮助农民宣传卖水果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